各位乡亲后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17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卫福部玉里病院有94个人去挖到 A 型的流感，有病院的员工投诉讲，伫摕药的过程当中去互刁难。病院发声明驳回讲，是照疾管署的指引来处理。因卫生局讲，感染的48点钟内食药才有效，而且拢有随开药甲患者做治疗。 全台湾规模上大的新生科病器，花莲玉里病院万灵院区，顶礼拜有一位照护员伫院外感染 A 型流感，等到院内工作，传染给病院的病人。总共有94个病人有感冒的症状，其中一位患者年纪较大，症状较严重，在卫福部花莲病院治疗。经过插管治疗了，状况有较稳定，已经上普通病房，身体恢复的情形正好。其他93个人拢是轻症。 我们的住民目前到今天早上为止，一共有94个人感染 A 型流感。这94个人只有一位就是比较重一点，然后因为年纪大，老迈。院内员工投讲，院内药师甲护理人员开使用抗流感的药给病人，甲照护员等接触者，搁在给药的时阵煞被刁，讲袂使用。照护员担心家己也被感染，煞袂当用药啊。 认为卫生局用药的标准太过严格，标准太严格了，就是给药的规定定得太严苛了。花莲卫生局讲，抗流感药物是48点钟久内有风性用药。迄当阵院内医生判定有感染的病人，拢有随开抗流感的药给患者用。玉里病院社工科也讲，目前拢已经立即合理研究，伫咧沟通上处理无好势所在会检讨改进。记者综合报道。 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全台湾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华东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雨，过到中南部的山区云会变高，部分地区可能会落雨。咱来看云图。今仔日台湾各地是好天，阁烧热。那气温的方面，日时气温会回升，西半部的高温差不多是31至32度，南部靠近山区的所在有机会到36度左右。 气象局针对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发布温色的灯号，注意到唔通拍照相。那早暗的天气要是较凉冷，大家都要注意日暝温差大。拜三拜四受到风面的影响，西部甲东半部的地区较会有雷公雨。拜五拜六风面通过，落雨的范围会缩小。不过因为东北季风增强，遮方面的北部也阁有东部地区会有局部的雨势。那其他的所在是侪云的天气。另外到拜六的 礼拜的时阵，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因为东北季风减弱，气象局表示，一直到拜二进前，全台湾是好天阁烧热，各地高温会升到30度左右。南部较晚山区的所在可能会热到33度以上。不过拜三阁要变天啊，有一波方面要来，到时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雨。日头出来天气正好。 真侪民众趁到好天气出门路行行咧。气象局讲，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北部加东北部的天气这2天会较烧热，一直到18拜二，全台湾拢是好天烧热的天气。各地温度上悬差不多30度，那南部外山区可能会到33度以上。 高温呢，都是在16号到18号这个时候都可能会超过30度以上。那刚刚有提到过，在南部的近山区的河谷的部分的话，也有可能接近到33度以上的高温。延过到19拜三，又有一波风面来，水汽增加。20拜四风面通过台湾，到时全台湾拢会落雨。主要降雨区伫咧西部的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 全台都有降雨的趋势来看，其实它就是影响的范围会比上一波可能看起来是比较大一些。以目前的资料来说，那在山区的降雨呢，也可以比前几次的锋面影响呢，可能会再更明显一点点。气象局讲，虽然欧洲天气预报中心有测，拜三这波方面是台湾立春以来上强的一波春雨，也不过对卫星云图看，只个中南部的山区较有机会落雨。 对南部欠水的情形，虽然加减有报一寡，也不过也是无够。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面的影响，部分的县市昨日是落大雨。有民众坐台铁的自强号为花莲要去集合站的时阵，车厢内底出现真侪水霞，有的人是惊到唔敢振动，有的人是赶紧离开座位。
学者讲，当年4月份至6月份的时阵，是水下生团的期间，因为雨拄过才会拢飞出来。虽然看到是真大只，淡薄仔恐怖，不过对咱人是无影响，唔免伤过头惊吓。规天顶拢是大水狗仔伫咧飞，抑个一直拢自动门。这是台铁自强号苏三四班次，有民众15暗6点半自发电站出发，无想到讲伫集合站抓拄到规定的大水狗仔，赶紧摕手机啊翕。我左边2位乘客在睡觉以外，其实乘客都已经有在拍摄啊，然后就是蛮惊讶的，因为前后都是蚂蚁，那这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它每一年季节差不多都会这样。真侪人拢惊到，因为除了自动门顶。车厢的2边的车窗玻璃外口也拢是规定的大水狗仔，就连涂骹有真侪尸体。有人要落车，也唔知要如何是好，唔敢搭回。台铁伫咧接到通报了，随派清洁人员来拼。在自学站交会列车，那时候好大雨，所以说有很多的飞蚁。那在还没有到玉里之前，那个飞蚁都已经掉下来了。我们的清洁工呢，就是马上就把它处理掉。在4月跟6月之间，它就是会飞出来交配嘛，傍晚可能6点、7点、8点。在这个时间是高峰，它没有趋光性。学者讲，这种大水狗仔是由乌色食骨的台湾土白狗仔，看到光的所在就会活来，定定伫落雨时阵会规定飞出来。每年4月到6月是因生团的季节，虽然看起来真大只，不过对人体无害，民众唔免担心。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今仔日开始，搭大众运输工具唔免阁挂喙罨，这嘛代表国内大部分的所在拢唔免挂。实施1100多天的喙罨令已经要结束啊。目前敢若剩医疗院所，也阁有长照机构等等的场所，也是爱强制挂喙罨。台大公会教授陈秀熙就讲，伫尖峰的时段，大众运输的人较侪，建议会当自主挂喙罨，特别是幼囡仔、侪岁人，也阁有身体较淡等等的族群，会当减少感染的风险。咱来看《中国时报》，根据劳保局的资料，劳保基金伫2022年，平均每一天的负债差不多增加20亿。年金改革启动的时阵，少年世代爱负担的恐惊是搁较侪。为着因应劳保负债问题，劳动部的预算明年可能会超过经济部，加做预算规模第4大的部会，敢若比国防部、卫福部也阁有教育部较少。再来，咱来看《自由时报》。7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交首长会议昨昏伫咧日本展开，3天的议程会就安怎来因应中国一直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也有甲乌克兰支援等等的议题来讨论。按照明仔载会发表联合声明。讲到2024年的大选，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昨昏去参加宜兰县信赖台湾之友会的成立大会。伊强调讲，和平毋是靠9日共识，台湾袂当搁行毋对的路。也若拿赢热门的人选侯友宜是摕马拉松做例，伊讲一个团队若是做伙走，就会当走愈久、走愈远，而且愈进步。2023新北市铁道马拉松接力比赛开始，800期头旗火拢组队参加。不过拿赢2024总统人选还未决定，引起激战焦虑。国民党秘书长王建廷表示，明年大选新北市长侯友宜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上实力的2个人。个人跟团队是这样看啊，就像我们铁道马拉松一样，一个人跑也许跑得快一点，但是团队一起跑。会跑得更久、更远，跑得更好。那我们也会持续的跟郭董保持联系，团结所有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团结胜选啊！多争取朋友，少制造敌人。侯友宜甲郭台铭拢被看作可能代表国民党出线的热门人选。在结束日本访问转来，郭台铭也有高摆子，也有上新的水平。另也是启动陆战，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15第一站造势为本命区台南出发，16个去宜兰成立信赖台湾之友会分会。致辞的时阵强调，和平不是靠9日共识，台湾免选唔着路。和平不是靠接受9日共识、一国两制，台湾人民嘛无接受。暂时表明的和平，这是假和平，不是真正和平。
赖清德进前也宣示，明年选战两大目标，就是总统选票当选加国会单独过半。针对最近有学者提出反战联署，赖清德表示，青条国才有资格反战，台湾是比青条国唯一目标就是反起了保和平。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开11月打造新大马轮的游览船，昨昏是正式启航，会当让民众往回台南甲马祖。昨昏伫基隆港举办开航典礼，希望会当改善马祖的交通，嘛促进马祖观光发展。经过4年开11个试乘班作为新大马轮，总算伫咧16礼拜正式启航，以后将会乘坐来回台湾甲马祖之间重要的航线。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陈建仁等人特别去基隆港西里码头参加首航典礼，送代表平安幸福的平安橄榄河指定。我们会继续投入资源，强化马祖的各项基础建设及措施，以提升马祖整体观光景点的规划。交通部讲，这台纳被配设国家伽马式几号线条的新大马轮，长101.5公尺，5400吨，载客量642人，一个人同时载45台小客车，加4个20尺的冷藏冷冻货柜，满足马祖离岛乡亲车辆运送、蔬菜水果载运、甲邮件托运的需求。我觉得它的最大的改变是从传统的以前是印阿兵哥开始的。这个交通船，那现在变成一个交通跟观光两个功能哈。为了要振兴观光呢，我们也编列了53亿的预算来补助哈，所以希望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国际观光客来到台湾。我们也希望我们妈祖呢能够让这些观光客到马祖去看那里美丽的风景。交通部强调，新大马轮是咱国第一台配备完善无障碍设施的客轮，正适合老大人、家己开车，抑有脚踏车集团旅游等海上的观光旅游。旧的大马之星已经38年啊，自6月开始，新大马轮将会代替大马之星，乘坐马祖离岛观光运输的主力。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昨昏发射一粒气象卫星，而且伫台湾北部的外海划出禁航区。国防部讲，有部分中国火箭的碎片落伫咱的北部外海经过区，对咱的国土安全是无造成任何影响。有学者分析，因为安全的顾虑，划出禁航区，这是真事常的。不过中国伫宣布的时机伤过敏感，其实这都是咧操作，要来试探附近国家的底线，想要软土深掘来达成伊的目的。中国头一粒低角度轨道降水测量卫星风云3号之星，在当前4号以运载火箭16早起9点36分，伫甘肃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来发射。途中伫中国内陆划定2个禁航区，不过上受注意的是第3个禁航区位伫台湾北部外海。咱国防部强调，火箭发射状况拢有掌握。部分火箭残骸坠落在台湾北部外海的警示区，对我国土安全没有造成影响。学者分析，火箭发射本来就有太空粪扫落来，尤其这摆第3个禁航区是伫国际真无用的海空域。按照这个火箭设计，有可能是第3只火箭，也是整流道。由火箭出来物件有危险的顾虑，威胁禁航区是正常的。不过宣布时间点较敏感，加上禁航区时间对原先的3天变做27分钟，搁改做6点钟，因看做作战环境的操作，伫试验周边国家的hand度。中国跟俄罗斯这一类的独裁国家，他们非常喜欢用这种手段去挑战对手，那去制造对方的压力，会采取一种所谓叫切香肠战术，就是很初步的行为。然后如果你没有回应，我就再往前再切一块，温水煮青蛙、蚕食鲸吞的方式，去达成他原本要的目的。学者认为，要来阻止中国作战环境的操作，第一时间就要来回应，甚至在联手周边的区域国家甲欧美，都有针对中国来发出抗议，和中国连一步都唔敢超过。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因为发射这粒气象卫星，伫台湾的北部的海空划出禁航区，禁止飞行的时间拢总是27分钟。也那桃园机场拢总有33班机蛇是受到影响。为着要驶过禁航区，改配其他代替路线，平均一蛇都要加驶5分钟至10分钟。中国风云3号之星9点36分成功发射成功，按过飞行轨道通过台湾北部外海上空。
中国环台军演接到结束，各地台湾北平差不多85海里海空域威慑禁航区，禁航时间为早起9点30分到9点57分，全程27分钟。早机出境大厅航班时间表9点到9点半的班机，除了一班骆驼航空航班，该时间其他拢正常时间定期起飞。大部分准备出国佚佗的游客心情也无受影响。就没有特别反应，对，就是一般的感觉，就是一般会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民航交通嘅10日早起9点到10点受禁航影响航班有33班，改由替代航路飞行，比原航路加5到10分钟。航行警告禁航依然有6点钟，交通部指出，这是因为海上需要清理混进残骸时间。就这些东西掉到海上之后，掉在哪一个地方，对航行的安全影响，它需要时间去处理。不过海巡透早发现有3只渔船无设置误入禁区，就惊危险，马上通报电台广播，提醒赶紧离开。突击运行禁航区，物流有天气会做必要的调度甲运行，好加在航班起降正常。国防部强调，火警残骸无对咱国土安全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苏丹的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甲政府军发生暴力冲突，造成严重的伤亡。10日已经是第2天，目前知影有61个百姓死亡，超过670个人受伤。有目击者就讲，看起来政府军哪像是较占赢面。昨日暗，苏丹首都克土木会人看到所在岛会报道讲，政府军伫咧甲武装团体快速支援部队 RSF 的战斗，敢若较有赢面。目击者讲，政府军礼拜空袭 RSF 的基地，苏丹政府军所发布的影片，有抓到 RSF 的成员。这边的暴力军事冲突已经造成重大死伤，死者包括联合国3位工作人员。联合国驻苏丹的特使团讲，苏丹的军事领袖博罕甲 RSF 的军校达加洛同意联合国提议的16下到4点到7点实施人道撤离，不过时间真短，随个传出爆炸的声音，对协议拢无伫咧插。Many of the people, they are loading the stuff from supermarket, they are going in their car, and many of them, they were hitchhiking in another vehicles to escape the city. 苏丹自2021年10月政变了，国家就一直由军阀统治。迄人遵守军校博罕甲另外一位军校达加洛，又个叫做赫梅蒂，两个人做伙发动政变。博罕是现任的政府军总司令加实际的元首，达加洛领导 RSF， 并且担任苏丹实际的副元首。这么两个人变面，苏丹强被变做内战。国际社会对苏丹政变了到这么局势，也唔知要如何处理。美国、中国、俄罗斯、埃及、沙特阿拉伯、联合国安理会、欧盟加非洲联盟拢呼吁赶紧结束敌对行动，希望用协调方案赶紧对话。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咱继续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消息。罗西亚这几天佫继续发动空袭，想要紧甲战略关键的所在巴赫姆特拍落来。罗西亚国防部表示，即马佫成功攻占巴赫姆特的2个所在。因那乌克兰这边是继续加强拦截飞弹的能力，但台西方的武器若到位，就要准备反击。市区的建筑物轰炸甲大乌，两个所在看到乌烟一直升起来。俄罗斯国防部15宣布，佣兵组织瓦吉拉集团已经攻下巴赫姆特2个所在。外国媒体讲，瓦吉拉集团对去年热天开始继续进攻位于顿内茨克的巴赫姆特，是俄罗斯甲乌克兰双方拍甲上久、战况上惨重的地区。英国情报指出，俄军过去2天的连续攻势，已经逼得部分区域的乌克兰军队先撤退。В ходе акт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штурмовые отряды «Вагнер» успешно продвинулись вперед, овладев 2 кварталами на северной и южной окраинах города. 位于巴赫姆特西北方45公里的城市斯拉夫扬斯克，相关遭到俄军连续空袭，造成11人死亡、21人受伤，死者包含这2岁大囡仔。ТС-300 по житлових кварталах, по звичайній цивільній забудові. Під завалами є люди. 乌克兰士兵即阵正伫赶紧训练，准备要登去进行计划中的春季大反攻。而乌克兰军队也伫等待西方国家提供爱国者飞弹，并且加强飞弹炸落能力。Ну там трошки інакша обстановка. Там треба постійно прислухатись, чи немає в небі безпілотників, прислухатись до кожного виходу.
前苏卡朗战的时阵，驻守边境的乌克兰士兵以原提棒甲菜两斗阵渡过伏瓦切为战士来祈祷。俄罗斯东正教会是成员互赶出来乌克兰东正教会分支，这乌克兰教会被怀疑暗中支持俄罗斯，互基辅当局赶出来，并且互其他教会撤挂。公视新闻。再来，咱来看德国伫咧昨日正式甲上尾3间核电厂关起来，停止运转。60年核电的时代进入历史。不过，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造成欧洲能源的危机。有地方政府希望中央会当放权予地方，互因家己会当经营核电厂来解决欠缺能源的问题。因若支持核电的人认为讲，即卖绿电还佫无够周至，若是坚持要甲核电废掉，恐惊会害气候变迁的问题是如何控制。民众倒算计时，正式告别60年的核电时代。虽然俄乌战争为欧洲带来严重的能源挑战，德国伫礼拜六依然是按照原本计划关闭境内上尾3座核电厂，目标是2035年全面使用热能。Ein ganz wichtiger Tag, weil ich kämpfe seit Jahrzehnten gegen die Atomkraftwerke und es ist ein bedeutender Tag. Weil wir haben ja weiterhin das Atommüllproblem. Ich bin froh, dass wir jetzt aufhören, weiteren Atommüll zu produzieren. 上尾3座核电厂分别是一个北部的艾姆斯兰、南部的伊萨里霍、加内卡维斯特海姆核电厂。相比较真侪西方国家，为了要减少碳排放量，选择发展核电。不过，伫德国废核的声音差不多是全面的共识。除了因为冷战历史的原因，担心核电厂成为战争攻击的目标。2011年，日本福岛核灾也促成政府推动分阶段废核。不过，也是有赞成核电的人士认为核能是绿电，废核会加重气候变迁。Wir haben die Sonne und Wind nicht 24/7. Finde ich, braucht es eine CO2-freie Stromerzeugung, die Baseload ist. 虽然核能只占德国电力的6%，不过俄乌战争依然是引起燃料停用核电的声音。南部的巴伐利亚邦就希望得到政府许可，家己营运核电厂。其实德国原本是定去年底就要全面关闭核电厂，不过因为能源危机，一直延到今年。因为未来要安怎发展稳定的能源，也有真侪挑战。公视新闻牛延编辑。那讲到用电，除了发电的方式以外，送电的线路嘛真重要。可比英国从2023年开始，都用新设计的高压电塔，加做发电厂甲变电所之间的连接。这种 T 字形的电塔，虽然每一支的介绍是比目前传统的电塔较贵。不过业者认为讲，新型的电塔会当用较久，嘛较袂定位，算的也是真有价值。这大片的绿色田野甲穿过其中的河流，这是英格兰西南部安威尔斯，也是英国国家电网公司准备推出新型高压电塔输电网络的所在。甘南为 T 字形的外表，就因看出因甲传统高压电塔无同。The pylons themselves are 35 meters tall, so a third shorter than traditional lattice pylons, which stand at around 48 meters. 为推动能源甲生态平衡，英国政府除了甲欧美各国共同设定目标，要伫2050年达成所谓碳中和，减少发电过程的碳排放。输电线路也被列为重点项目，就亲像近百年来模式同款，为发电厂送出上悬40万伏特电压的电流，经过高压电缆送去地区变电所，各位变电所送去工业甲家庭用户。传统的高压电塔，就甲伫台湾看到的真同款。这种更加做合的结构起的，除了离地面较悬，维修人员相对危险，同时基地占地面积较大。高压电塔所在地区也因为占用较侪民间用地，引起抗争。But the main body of the T pylon does have more steel than the lattice pylon, so it is more expensive to produce. But the benefit and aim is to reduce the visual impact on the local community. It'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carefully considered on this project whilst discussing that with the local communities as well. I think to look at the equivalent cost is only one part of it. Actually, the whole life cost and the benefits that the T pylons do give us is really something that we factor into the decision making also.
英国国家电网公司指出，即马常常看到的这种高压电塔，为1927年应用到即马已经超过95年。不过，更新设计计划早伫2012年就启动，有250个设计案加入竞标。目前已经完工，准备加入输电网络有36座梯形电塔。2024年度也阁有80个新的高压电塔加入。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做伙来看世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5伫咧助选的时阵，有人去牵炸弹，警方暂缓去兵库关24岁嫌犯因兜搜查，查扣10外箱资料，还阁有哪像火药等等的物件。警察伫咧问话的时阵，这个嫌犯敢若讲等律师来才讲，所以详细情形还要等待厘清。再来，咱来关心美国肯塔基州进前才发生银行的抢劫案，造成5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不幸的是，顶礼拜六暗时啊，伫遐一个公园搁再传出枪声，枪手向公园内底几啊百个人开枪，造成2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的悲剧。目前警方还搁当地咧找这个嫌犯，嘛唔知影伊犯案的动机。咱来看一个22岁伊朗扣着族的查某囡仔，去年防指控违反挂头巾的规定。伫羁押时间死亡，引发大规模的抗议。伊朗政府毋若是无落软，颠倒是加强执法，店头若是无配合监督挂头巾，嘛会连带受处分。昨暉24点钟内，就有超过150间店头，还有餐厅，互要求都爱关起来。美国甲菲律宾即马当地咧做联合军演，菲律宾阁增加4个战略基点，开放美军建设。这个消息是引起中国驻菲大使不满，伊暗示讲，伫咧台湾的移工，因的安全恐惊会受到牵连。另外，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评估，台湾真有可能受到中国的空袭，上无爱有材料当甲美军到位。有专家就分析，两方若是发生冲突，制空权是关键，加强空防的能力是即马第一要紧的代志。美菲年度联合演习在进行，加上菲律宾要增加4个战略基点，开放美军建设权限，其中3个接近台湾，被解读美菲联手抗中，因应强军强弹意味真高。中国驻菲大使恩启莲就批评美国想要借菲国提供的新基点干涉台海局势，可暗示伫台湾的非洲陆港安全可能有隐忧。The Philippines is advised to unequivocally oppose Taiwan independence rather than stoking the fire by offering the U.S. access to the military bases near the Taiwan Strait if you care about the 150,000 overseas foreign workers. 对于中国驻菲律宾大使以在台非籍移工要挟菲国政府操作台湾议题，制造恐慌，并企图掩盖中国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种种谬论，外交部予以严正驳斥。菲律宾国家安全会议发表声明，反对北京利用非洲陆港制造行刑加恐吓。香港部建议放弃武力犯台。华盛顿邮报报道，根据外泄的五角大厦评估，台湾真简单会互中国空袭。美方专家佫表示，台湾爱支持一段时间，互美国用派遣长期武力到战场。军事专家分析，那两方发生冲突，制空权是关键，加强优化空防能力是较重要的代志。没有空权就没有海优，没有海优，它的2栖后续的登陆作战会非常的容易。所以只要掌握空权，空权就制空跟防空。中原听证会目前空军飞行员真正依然无够，爱惜华强划轻优秀人才回流甲培养。另外，战略保存部分爱加强机库基本的抗炸能力，加增加战备跑道。那原来机场受攻击无法度使用时阵，要个应急用的跑道，互飞行机起降维持作战能力。记者综合报道。今嘛台海的局势紧张，有一份美国的民调就显示，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讲，中国若是真正拍台湾，因会支持美国甲民国来防卫台湾。有学者就认为讲，这表示咱台湾已经甲世界愈行愈远，现在是无任何的国家会当甲台湾放杀。台湾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美中对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14到16访问越南，期间甲越南总理范明正、越共总书记阮富中这官员会晤，发展朋友，对抗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布林肯讲，希望越南甲美国的关系能升级。We're advancing together a free, open, connected, prosperous, secure, and resilient Indo-Pacific region.
台海局势紧张，美国新闻周刊上新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受访美国民众表示支持美国甲民国伫中国入侵时防卫台湾。而在法国总统马克宏的台海言论引发争议了后，台法的关系毋但无受到影响。所以法国国会议员团连续来访问台湾，用行动支持台湾。德国对中国立场也转强硬，伫中心审查中湾集团入股汉堡码头了后。建议甲中资按时半导体对政府的补助名单剔除。美国民众对于台湾问题高度的支持跟共识的趋势跟态度越来越明显。我相信这个过半支持未来只会不断的在成长。台湾有事，美日有事，台湾有事，现在连欧洲都有事。台湾的问题已经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哦。学者认为，台湾甲世界已经紧密来连接，无任何国家会使放松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的主席波多黑访问团，今仔日透早来到桃园机场。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访问法国的一家人，嘛搭港邦的飞行机返来台湾。访问团的成员除了波多黑主席，也包括国民议会外委会副主席兼友台小组副主席科波拉，也有外委会副主席甲议员，希望就台湾甲法国双边的关系、台海甲印太安全政策、半导体合作。所谓网络安全、甲清气能源等等的议题，甲咱国相关部会来交换意见，希望深化台湾甲法国合作的关系。而且伫中国宽大军演结束的时阵，用实际行动来访问台湾，表达法国的民意，也有对台湾民主的支持。镜头咱转来看咱在地的消息，高雄内门的火烧山是已经烧几啊天啊，炭烧的面积有284公顷遮尔啊宽。因为边啊都是国军的军火库，空勤直升机嘛一直咧空中来回拍火，市区的消防队嘛拢有调去支援，希望会当赶紧甲火拍互化。日军航铁部运输直升机出动吊挂水源空中拍火，空勤直升机连续4天支援，已经放103摆206吨的水。高雄内门大火炭烧到10已经是第5天，火势影响部分的客家，离只剩50到100公尺。台顶路遮，遐差不多40-50块的居民啦。我这几天啊，逐天拢会伫遐，拢伫甲看，有烧到水遐落。公众有几户，风险无风险，要撤离无撤离，消防局你就可以先通知啦。市府紧急成立在海应变中心，市长陈其迈亲身去联合指挥所做状况。顶礼拜三，北军团电台营区后边顶拿发生火灾，虽然拍火控制，暗过野火炭烧内门甲三林区阵地，出动全高雄市消防员拍火，暗过也引起市区消防员质疑。以前山火大部分用手势战术，亲像乌防火护沟来先进力。为了民众的这些财产，包含经济作物，还有他们的房舍，所以我们都做在那些点都要先做一个预防性的部署。因为高雄真久不落雨，大数市顶拿经过风一吹，火点4个线，地势搁悬悬低低攀救灾，烧差不多284公顷，目前在进行残火处理。除了消防局派166车、429人，二小156人，立法局动员190人，加军方278人，陆空共报导致防止火势传开。记者综合报道。合欢山是咱台湾最出名的观山景点。若是去遐佚佗，一定爱甲写武岭的迄块牌仔做伙翕相，才会当讲是真正有去过。即马为了要消透车流，公路总局伫咧武岭的2边的出入口采全台湾海拔上悬的车红灯，最近已经启用啊。若是弄红灯的人，上重会罚5000。红灯道起来展开单向通行管制，要等对向大货车来回车。关3275公尺合欢山武岭地区是全台公路上悬的所在，加最近启用一座青红灯，引发注意。往山上走的地方在31K， 那往山下走的地方大概是在31K400，就是500这个位置啊，各设置一支红绿灯去做管制啦，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路口号志，所以如果有违规的话，就会按照那个道交条例去做一个处置这样。不要连停啊，往前，慢慢的往前，就会通了。好不好？配合一下。合欢山看日出，天星也在赏花甲看雪，部分厝柜拢有真侪游客来，车侪山区定来真塞。
尤其是母岭停车场头前的路口上位，车侪塌掉咧，就要请警察来管制。公路总局讲，因为当地属太鲁阁国家公园，路无多来分看，所以讲决定伫母岭路口两边设置青红灯，降低警察特群的负担。五里公路段在五里采口路段两端设有简易的红绿灯，单车流量多时，易造成会车困难。现场民警立即启动红绿灯，实施单向通行管制。这座全台湾相关的青红灯启用了后，警方讲毋是规工来运作，而是看车流机动来控制这灯号。也毋过灯倒起来时阵，就是正式的交通号志。开车的人抢红灯的，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应处1800到5000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大家可能会当感受到天气是愈来愈热，有不少民众有当时会去百货公司，也是大卖场、餐厅吹冷气。不过，为今年的热浪开始，经济部规定，伫咧食饭的时间，店头的冷气要限制伫咧22度至24度之间，袂当开伤强。目前按算伫咧连锁餐厅、观光饭店等等1300个所在，会先试办到明年底，上紧伫咧2025年会来实施。各种菜色回顾了，就放伫台仔顶，互民众家己摕。虽然天气热，毋过袂少人依然介到餐厅，换来吹冷气，换来食火锅。毋过经济部为今年热天开始，要伫食饭时间推出新版的限温令，也就是未来食饭时间冷气温度爱控制伫22到24度。我本身不太怕这个，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外面温度也是蛮热的啊，所以也觉得进去也不一定说要真的很冷。在集团旗下的各品牌餐厅所有的门店，我们的室内温度是控制在23到24度左右。若以这样子的政策实施下来的话呢，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冲击跟影响。经济部是为2014年开始规定，国内12场所室内冷气温度免比16度较低。毋过早起、中到暗时的食饭时间免限温，另外纠正会有改善的空间。伫食饭时间推出冷气温度爱控制伫23度，正负1度。第一波会伫连锁餐厅、观光饭店试办到明年底，最后年正式入关。用餐的时候，事实上身体各种机能运作也会温度比较高啊。那么我们也经过实验，大概如果维持在环境温度23度的时候，在用餐的时间，其实体感温度是比较舒适的。目前22场所若违反限温令，复查了后，依然无改善，相关应罚10万以下。若是一直无改善，应按处加倍处罚。另外，会议室过去并无列入22场所，未来也会纳入，甲其他场所温度拢会控制伫16度。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响应环保、净零环保，甲2023年地球日的主题，嘉义市新店社区发展协会因专工封路来举办地球日的活动。那配合地方的生态，小解护家这种角啊，互大家熟悉。嘛办一寡囡仔耍的体验活动，要来落实环境教育甲保护。带大家做伙来看卖。社区的巷仔内底，在时啊，都有真侪人来到这参加活动。除了有表演通看、胆啊通说，社区嘛趁这个机会介绍因的生态教育成果。前面那边有一个小区块，那一个区块的话，我们就当作是富裕凤蝶的富裕区。去年度我们在跟文化局申请了一个空间改造计划，那它这边的话是营造一个雨怪的那个交易环境区。觉得透过这个活动可以去认识我们社区周遭的环境特色，然后从而让这个社区可以重新有一个不一样的新气氛这样子。嘉义市环保局为了配合4月2日的地球日，16早是伫新店社区内底举办活动。除了呼吁民众在生活中隔零减碳，嘛宣传所来地球日活动的规划。包括他们有侏罗树啊，然后他们有红纹凤蝶，那还有就是他们有交趾桃。那所以在世界地球日希望说就是借由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唤起更多的民众对于环保的一个关心。新店社区表示，因利用未来物理建筑的空地，打造生态教育的环境。未来希望会当配合附近的国小，提供课本以外的生态教育，嘛呼吁过去捌伫遮出现的物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继续，咱来看这条同款是有关环保的消息。这几年海洋的环境污染，加上气候的变迁，造成海洋资源是愈来愈少，嘛严重影响渔民的生活。
为了鼓励渔民伫出海掠鱼的时阵，若是看到人不爱的鱼网啊，或者是玻璃管啊等海洋的废弃物，会当斗3工做伙甲捡起来。新竹市即马有举办废弃物庆当换礼品的活动，鼓励大家会当做伙来守护咱珍贵的海洋。对车顶搬落来一包一包的废弃渔网，还有玻璃管啊，拢是渔民出海掠鱼顺续好起来海洋废弃物。什么都有，最多的例如塑胶袋，浮球，大概就这样，木材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会有，对不对？那这样子海上废弃物会不会造成你们抓鱼上面的困难？会啊，会卡网子啊。对渔网，渔网，你平常在海上遇到渔网多吗？有塑胶袋比较多了，很多垃圾啊。为了守护海洋，新竹市结合渔署参与会，定出海洋废弃物回收机制，除了会当换礼品，今年佮提悬渔网收购计数，每公斤会当换现金15块。回收的旧渔网经过处理，卖摕来重新制作其他产品再利用。在海洋生态里面，像海龟啊、像海鸟啊，它们有时候会误食到这些废弃物，所以我们是一起来做到垃圾不落海。那也请渔民这边都一直协助我们把这些垃圾来做后续的处理。环保局指出，废弃的渔网有可能会造成海洋生物死亡，嘛影响行船的安全。希望大家做伙来保护海洋的环境甲资源。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即马全球新冠病毒疫情转好了后，各国重新开放边境，真侪航空公司是真拼死，想要趁一波搁拼一个。不过在疫情的期间，因为业绩是规个土，航空业甲袂少地勤，也搁有空勤的卡手拢死掉。即马若要拼一波，上较要紧的就是爱重新搁找人。请制服白龟牌，这是中国第4大的海南航空伫北京的办公厅，因也毋是正式的空服员，是来应征的独资社会青年，已经拖了3年的新冠病毒疫情，和每一个国家的航空业员工拢变少，中国也同款。根据中国民航局统计，疫情期间离职优退空服员有1万多人，超过整体人力的1成。所以这么疫情较降来了。航空公司就赶紧找人，现在还挺多的，就是可以出去，旅游一下世界，然后看外面的风景，然后还有免税店可以去看一看，有好多东西。伊讲的这寡拢是真侪少年查甫囡仔想要来做空服员的原因之一。不过空服员的工作，毋那是装水水、笑面，甲人去填水倒地啊尔。航空公司新进来的一名乘务，大概要花费1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地面上学习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才能为上飞机执勤做好准备。准备工作包括各种紧急状况的应变，安搭人客证书，到确认机舱内面每一个电荷反应拢正常，机舱灭火也个紧急的医疗急救也拢会晓，伫咧压力正大的情形下完成这款训练。Sir, can you hear me? Tap another time. Sir, can you hear us? Okay, let's see if he's breathing. Let's see if he's... No response. 1, 2, 3. 中国这几年经济成长一直放慢，不过每年也是有真侪大学都毕业的少年人要找头路，所以拄开始薪水无符合预期的情形，常常听到。也和中国的航空公司伫咧找空服员时阵，比疫情进前更加侪人来报名，不过人一多，录取的机会就会降低。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伫咧搭大众运输工具的时阵，若是有民众无注意，物件拍甲漏去，会互送去站务人员遐等人来领。不过有的物件正经是互站务人员看一个转工去，亲像伫咧首尔的地铁，都捌捡到假喙齿；伫咧纽约的地铁，去年是捡到100多支萨克斯风。若落尾手要是无人来领的物件，地铁站会送去社福机构，或者是摕去做拍卖。车站内面人真多，来去，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铁系统，每天载运量自上100万人次到上1000万人次拢有。人一多，点物件就会拍无去。地铁站内面的食物招领中心内面囤的物件是百种，南韩首尔地铁的中部路站，毋那是3号线加4号线的转运站，也有真侪人是要来遮领拍无去的物件。
More than 500 to 600 items arrive every month here at Chungmuro Lost and Found Center. And some of the items here are quite unexpected. Like this celadon, for example, was found at a women's bathroom inside the station last October and is still waiting to be picked up. 有一寡是无写地址、无写名、拢无标记，伫地铁站内面一踩几落个价。上顶看到除了雨伞加个人的配件，还有其他奇奇怪怪。 像伦敦地铁站就捌捡到卡纳车的链仔甲拖，台北这份是捡到骨头符案甲神像。纽约地铁敢若去年就捡到100多支萨克斯风，首尔地铁也捌捡到奇怪物件，互政务官惊到。 We get shocked when we get mannequin heads. Sometimes there are even false teeth for senior citizens. 虽然有真侪泡泡机的物件无人来领，但也有人正着急来找。去年首尔地铁就收到过2400张感谢批，最近也有愈来愈侪外国人来中部路站的失物招领中心，要找因泡泡机的物件。 My friend lost her phone in the subway, and someone brought it to the lost and found, so she got her phone again. I think it was really a good thing because I think back home in the Netherlands that would not happen. Someone would have taken the phone. 因若无人来领物件，每一个所在处理方式拢无同。首尔地铁逐工拢伫咧网络顶公告，迄工捡到什么物件，若超过6个月无人来领，就会送去社福机构互需要的人。伦敦地铁是要求要来领的人，就要付3英镑到20英镑的认领费用。若一直拢无人来找物件，就交互慈善团体处理。 东京公私营的铁路，拢统一将泡沫机物件送去半田桥站的失物招领处。若超过3个月无人领，就会送互捡到的人。若是连捡到的人拢袂知，就会进行公开拍卖，看谁人要知。公司新闻牛言编辑。拍电动是真侪人从细汉到大汉，伫咧有闲的时阵休闲的方式。伫咧智慧型手机啊，还未出来进前，都日本任天堂等等电动机啊的牌子。 伫咧罗西亚莫斯科的高年级文化公园，顶一日有举办一场真有古早味游戏机的展览。真侪初当时还未出世的少年人，对这个从到大拢毋捌看过的电动机啊，是感觉真好奇。伫Yandex博物馆，这手耍的机啊，拢出现伫前苏联时代产品，大型的显示幕，用即卖标准来讲，因讲是真无聊。不过20多岁达利亚算起来煞是真趣味。 Я в детстве своем такие не играла, но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А чем нравится? Примитивностью, наверное, своей, простотой, н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концентрацией внимания как-то вот просто. 日本任天堂公司伫1980年第一摆推出手耍的机啊，前苏联也伫无偌久了后引进市场，主角是米老鼠。虽然迄时阵苏联甲美日敌对，不过这来自德国的公路同款伫铁幕内底真受欢迎。 То есть у них сюжет полностью одинаковый, это позволяет их сравнить. Но что интересно, вот эта консоль, она выглядит чуть скромнее, чем оригинальная японская, даже по качеству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тому, как она выглядит. 提供展览场地 Yandex 博物馆表示，虽然这机啊，大家早都袂记哩，不过伫电脑甲电子产品的历史上，算是袂当欠缺的一部分。 Наш музей, он охватывает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вообще сфокусирован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на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вычислительной техники. И вот такие портативные консоли – это, в общем,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страница, скажем так, бытовых домашних устройств, которую нельзя вырвать из контекста. 不过，伫电玩世界，前苏联不是只有进口甲模仿，也捌出现流行全球的原创产品。 50岁以上的人拢算过甚至听过游戏软体俄罗斯方块，被叫做洛夏型益智游戏的开基祖，是前苏联科学院电脑工程师帕基特诺夫伫1984年发表。为上早的大型荧幕主机到即马为个人电脑手机啊拢用算，色水音乐五花十色，产生的游戏是有够多。 经营博物馆的Yandex企业集团一开始遭切引进共款器官伫苏联解体进前无偌久，是非英语系国家将出着Yandex伫俄罗斯的市占率超过60%，主要经营范围也个甲谷歌地图的定位正共款，网络订餐、外送、计程车、叫车等服务。公司新闻时间真便宜。即马现代人的生活会当讲是强要无法度离开手机啊。 全世界头一支手机啊，伫咧1973年4月份出来的，到今已经50年啊。发明手机啊的美国工程师古博今年94岁，
伊认为手机的外形甲功能一直都有在进化，这是真事实的。甚至佫讲有一天手机可能会整合伫咧人体内底。不过现代人对手机用到遮尔调的程度，伊是感觉真意外。操作这个伊正熟正了解高档手机94岁美国工程师古博50年前发明世界上第一支手机迄当阵，伊伫咧摩托罗拉公司带一阵设计师加工程师，伫正短时间内全力伫咧研发第一支行动科技装置，避免伫新兴市场被淘汰。伫咧成功制造出行动电话了，伊第一通电话是克服伊的竞争对手贝尔系统的乔尔恩格尔博士。And I said, Joel, this is Marty Cooper. He said, "Hi, Marty. Joel, I'm talking to you on a handheld cell phone, but a real cell phone, personal, portable, handheld." There was silence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line. I think he was gritting his teeth. 伊当阵做出来手机当超过1公斤，敲电话时阵电池只个来当动25分钟。不过古博君算笑讲，因为手机正重，若叫你摕25分钟，中间也摕袂掉，所以电池有够用。50年来，手机的外形甲功能拢一直进步。即卖手机正薄正轻，也个用无会当上网。不过古博无意外，伊讲手机以后会结合到人体内面，监测身体健康，用人体能量做电池。So in the future, we could expect the cell phone to revolutionize education. It will revolutionize healthcare. There is the potential. I know this sounds like an exaggeration, but I want you to know within a generation or two, we are going to conquer disease, eliminate disease. 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9度。再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